新营延平郡王府要举办建教大典。中华民国107年，公元2018年，从2月16大年初一到3月3号元宵节那一天都有活动。最高潮元宵节那一天晚上还有拿灯笼绕街，提灯笼绕街的活动。南宁丽都新那边也有花季，还有好多花可以欣赏。新营延平郡王府，从这个新进入，然后还没有到火车站就往右过了铁路平交道，好像只有机车可以过去哦，大车不能开过铁路平交道。再往东就很快就找到延平郡王府了。轿车要开从那个到东山那条路，然后再往奇美的路，还没有到桥就左转，就往东，就到延平郡王府。